心，观想任意具种姓权势、财富、地位等生于人间天境中，幸福快乐、长寿无病，眷属众多，受用具足的一人作为所缘境。哎呀，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我们就是普贤上师研究这本书呢，就是不光是我们要学习一下它的内容是什么，然后背读一下它的那个这个文词是什么，不光是这样的，这就是真正的就是自己的身语意三门能够可以真正的进入这本书的所有的内容去修持的，所以这个就是主要的就是观修的方面。当然这个就是大圆满法的前性，大圆满法是最大的在佛教九乘当中的最顶尖的禅修，所以就是在这个前性当中来说的，就从什么开始？从观修开始。所以呢，就是观修的方面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就是要修四无量心的当中的习无量心也一样的。那么我们在书本里面内容讲的就比较简单。我们在自己的环境里面看去自己觉得最幸福的最圆满的一个人，把它作为我们真正的这个今天呢就是要连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境嘛。对他无有竞争心、嗔恨心，反而愿他圆满具足，胜过这样的人天福报，吉祥富足。那么这个方面来说到就非常重要的。如果今天自己的环境里面有一位这样的人的情况下，我们呢对他没有进行任何的嫉妒心、任何的竞争心、任何的这种嗔恨心，没有任何的这种欲望跟贪心，那么就是心里一直都是为了他，然后做他的任何一切呢，就是做一个随喜跟赞叹等等的一切，一直都是从内心里面一直从内心里面真正的喜欢他，不求任何回报的。因为世间人的喜欢是什么？又求很多的回报的。今天对一个人很好的情况下，你也是有一个目的，从他手中得到什么，或者是要他会帮你做什么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欲望嘛。那么这种呢就是不是很纯的真正的爱和真正的这种怎么说呢，喜悦也喜乐。所以呢就是真正的那个怎么说呢，随喜真正的喜呢，就是那你就必须得要对他就是完完全全为了他好。今天如果是他一个人就非常好的时候呢，你就不要产生任何的嫉妒心跟贪心，因为这个世间人是最做不到的地方。主要是自己的环境里面，自己再要好的朋友的情况下，也是会有嫉妒心跟会有竞争心。然后就是在每天就是如果是你的一个朋友比你好很多各种方面，那么你们两个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呢就是各种各样，因为他的能力各个方面比你更好的情况下，那他自然而然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人那就是比较好的人就更不用讲。那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你自己也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你们两个呢就是当下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的情况下，他的能力他的各个方面是比你更好的情况下，他自然而然很多方面就是会帮到你的，这是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不一定会内心里面会非常感谢他，内心里面呢你都会讲，哎呀他今天就是有这样帮忙，但是那今天他就不用帮我忙的情况下，那我就不用求他的情况下那就多好甚至你就希望他来求我，那就是不是更好吗？会有这种想法是会存在的。那么这些来说呢，因为世间人的嫉妒心跟这些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次碰到很多本身两个人的关系很好，那么一个人完完全全呢就帮助了一个人，帮助了很长时间以后，另一个人也是基本上差不多就变成更好的时候呢，就两个人的关系变成不好。
一开始关系好的时候呢，一个人一直帮助他，一直帮助他，那个时候相互也是关系也特别好。然后呢，就是在另一个人也是说，也是经常讲他的好，在他看见的地方或者看不见的地方，在暗中也是说，哇，人最好的人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某某某，他就对我做了什么什么，做了什么什么帮助，讲到半天，到最后他自己真的好的那一天就不要了，然后就是关系也不好了。那这个时候就过去的那些所有的事情都连想都不想去讲，不想去想，讲也不想去讲啊，然后就连见都不想去见。这种事情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很多的时候都会出现，因为怎么说呢？亲朋好友也是无常嘛。但是这个的原因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嫉妒。因为就是这个来这样变的情况下呢，那就是一开始你们在关系最好的时候，你一直帮忙他，或者是他一直帮忙你的时候，那心里也是并不是从内心里面还没有嫉妒，一直都有嫉妒。但是这个里面呢，就是少数的人呢，那就是懂得感恩啊，那么嫉妒心比较少啊，然后懂得知足。那这种人呢，就是如果是他最后好了，那么就轮到他来帮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一样的可以维持原来的关系，而且是原来曾经就是一开始要很尊重的一个对境，但是那个尊重的对境一直帮忙他的情况下，到最后轮到他来帮忙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尊重啊，而就是他的帮忙就是不叫是我去帮他，那就是他内心里面我现在就报答他的恩德，那么就是以报恩的心。但是这种来说呢，就这种人来说呢，就会比较少，但不是没有，但是比较少。大多数的人都是变成最后呢，就是你真的抢了，那你们两个的关系就是没有了，然后就是朋友也不做了，那种事情是特别多，经常都会发现的，经常都发生这样的关系是原因是什么呢？嫉妒心啊，那么嗔恨心，所以有这种竞争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心，所以这些呢都会造成，实践上来说呢，就造成大家如果是一个小的环境里面的话，大家都知道你的人格是什么样子，都会说啊，那个就不是什么人，曾经谁帮他说了什么什么，后来他好了以后呢，他就又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从实践的人格上面来说的，也是变成就是已经是很低劣人格的人，然后就是人的价值上面呢，也是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也是原因是以嫉妒心造成的。那么从我们在事实的这个怎么真正的需要那个成就感能够可以在解脱的这个道路上来说的，那这样的一个嫉妒心来说的，就直接导致你就没有办法解脱，也没有办法不要说是解脱，连能够可以获得上三道的国位的这个机会都没有了。然后因为这样的情况下，相当就是因为嫉妒心产生了嫉妒心，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嫉妒的情况下，你就是在表面上不用做什么庞大的那种造业啊、杀生啊，然后就是骗人啊、强夺啊什么等等各种各样，你就不用做什么，就是伤害他人的事情，在行为上你不用做什么，但是内心上一直不断的对他人的嫉妒心，尤其是在自己的环境里面，人的嫉妒都是这样，主要是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在自己认识的跟自己同类的人才会做嫉妒。那么就是比自己完全跨越了自己的同等的程度的人，你也不是在嫉妒的对境。那么在距离很远的人，你也不会做嫉妒。那相当就是比如说在台湾的很多的企业家，如果是在美国有一个大的企业家，他有就是在美国整天在美国的这个新闻各个地方有他的好，他的这些厉害都宣传的情况下，也是台湾的商人就不会去嫉妒这个人。那如果是在台湾国内有一个相同的一些企业家什么都有这样的产生的话，那当然也是会享有竞争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所以就是
从大的跟小的都一样的。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国与国之间也好；那么在小的方面讲的话，家与家之间也好；那么在个人的方面，就是在同事之间，然后同学之间，那么嫉妒心就会多。那么有些人格非常不好的人，那就是家人之间都会，兄弟姐妹之间都会嫉妒。所以这些来说到，就是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没有？也有。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少人真正的相信因果感，真正的相信轮回感，业力因果的一切所有的那种痛苦来自于恶，一切所有的幸福来自于善，这两个分别善与恶的这个分别跟这个因果的关系，真正的能够可以理解、能够清楚的人就太少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那当然会出现很多兄弟姐妹之间嫉妒的，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当然也是很多。所以这些来说到，就是佛陀给我们说，没有修持佛法，也没有遇见佛法的人是很可怜，就原因就是这样来的，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么当然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会面向就是善的，但这个当中也是有很大的区别。那么真正的讲到就是细微的因果的道理，能够可以在让我们真正的理解的，就是唯一的就是佛陀。那么佛陀当初也并不是说他要创立一个宗教，所以他去努力的修持，然后呢，在这个智慧跟那个智慧，我们就要这个逻辑跟这个逻辑，我要今天把这个逻辑，那么就是要正确的去讲，那么就是不会有其他的外道啊什么，就破坏我的这种逻辑跟我的智慧，然后我要努力的去做这个。佛陀不是这样做出来的，佛教不是这样来的。佛陀当初呢，就是为了要面对生死轮回，所以努力的修持，他也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苦修，也是拜过很多的师傅，各种各样的，就是也没有不能说是什么外道跟内道什么没有这些的分别，但是他也是学过很多宗教，也学过很多文化，但始终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解脱是他放下一切，而在真正的放下一切执着的时候才证悟的。所以他证悟的时候呢，就是一切的道理都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在一个刹那之中呢，就像我们一个时间人，那么就是研究几千年，研究几万年都研究不出来的所有的这个因果的细微的部分，他都已经是了悟了，把这个部分呢就是讲给我们听。那么讲给我们听的话，就是这么多的法门呢，就是讲给我们就是各种各样的根器等各种各样的智慧的人，他呢就是有不同的方式讲给我们听的。但是实际上来说到，讲的就是非常清楚的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本作人着康中